助理我们领任，还有各位组长、各位学员到的，大家晚安。晚安。我们晚上人海教育看录影带的课程，是由我们蔡长军点文师为我们慈悲开示的带人带心的领导艺术上集哦，还有下集吗？这是下集，蔡长军做集或者下集啊，或者是上集的哦。这个上集。这是上集的吗？但是上，因为学校吼袂提供对任何书院去救，所以学校下晡伫遐找啊，所以学校嘛有先看吼。那么咱即摆就来开班开始来看，安尼等下咱甲做新的分享。好，大众请起立。班开始，下午敬老母行3鞠躬礼，前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坤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好，点诗各位学员请坐。今天或许非常感激天师的老先前人师辈，还有旁边的很多点燃师的成全，让或许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因为其实就是魅力领导，带兵带心，必要以德服人，是从这一个题目或许想跟大家做一些的共鸣。以前后学呢，在金门当排长的时候，听到了有一个副排，他长期都在当兵。那他告诉后学一个故事，就是以前在823炮战之前，他刚好呢，有一位呢，阿兵哥，他在当兵的过程当中，忽然间他的膝盖那个地方，突然间病痛，而且呢，生了一个肿瘤。这时候这个排长竟然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马上用嘴巴直接的向阿兵哥。用嘴巴去吸它，就是里面的这一些不好的，他用他的嘴巴直接把它吸过来，都不会怕说我那是吸到去，连去在安怎？当下只是怎么样，像菩萨的心，希望这个阿兵哥赶快离苦得乐。所以呢，这一种情况让这个阿兵哥非常感动。回去当然是有放假回来台湾，跟他的妈妈分享说。哎呀，你的孩子差一点在金门死掉，就是因为排长的关系，所以才能够得以得救。马上把那个伤口给自己的妈妈看，那个妈妈看了以后眼泪马上出来，她说：“孩子，我的孩子即将死去。”她说：“妈妈，我的生命是救回来的，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呢？难过呢？”她说：“以后你就知道。”真的没有想到的，没有多久，823炮战就来了。有时候你可以看见那个排长有时候会喊口令哦，冲哦！别人还以为别的排兵还以为排班长，你干嘛叫我冲呢？那边机关枪，你干嘛自己不冲，叫我冲呢？可是你知道，就是这一个班兵，因为排长救了他，所以他冲得特别快，知道吗？冲了冲了就跳了。所以很快就死掉了，这样子干嘛？这就是他妈妈为什么听到这种故事，听到这一个案例，他会很难过，因为我孩子的命即将，在一种感受、感动、感化，付出的时候，即将为国崛起。或许为什么一下子就要先跟大家讲这一个例子？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真诚。你说的今天这一个题目。带人带心的领导艺术，是啊，你发觉到那个导怎么写？你知道我们现在在用的国字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符号哦。所以那个导，领导的导，上面不是一个道吗？底下是什么？所以方寸之间，你是不是合乎这一个道？我们在领导别人有依到这
这个真理，依照这一个道理。所以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你们跟着后学来念一次，头脑要清楚，跟着念，脸要笑，嘴巴要甜，心要宽，度量要大，腰要软，手脚要快。可以了，你们可以回家了。今天我们的题目搞定。其实你带兵带信，一切就是从你这边来的。有一些人真的头脑不清楚，有时候一种道明，有时候一种道全，最终你还不是全部都要放下吗？这一些全部都是只有使用者，都是借来的，包括你的肉体。可是有一些人就是想不开，放不下。所以你了解到，你们现在都不用看表，我时间一到，我就会放下。你们没意思看还有多久？还有多久？我会看得比你们还准，因为时钟就在我这边，我一抬头就看到了，你们不用看。有一个佛堂，他把时钟放在前面，我一直看不到，但所有班员都看到，就是放在不对的地方。最终我还是要放下。虽然呢没有准时开始，但是后学一定会准时结束，知道吗？这就是当一个管理者、一个负责人，你应该要注意到的细节。不是说我难得拿到麦克风，难得，赶快多把握机会，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话好不如话强。你如果能讲到了对方最需要的，你何必讲那么多呢？因为你看一只蜜蜂，汲汲营营的会到西，会到东。但是你看养蜂的人，他们是多么的爱，人见人爱。因为经过一天他的忙碌，就可以产出对于众生、对人类有帮助的什么蜂蜜，蜜蜂变蜂蜜。你看多优秀，多优秀，人见人爱。可是蚊子一直那回到西又回到东，不是一样汲汲营营，也是忙那么久吗？搞不好他挥的还比蜜蜂挥的久。可是人见人恨，好戏登得乐，是吗？不好受。这一辈子不是看你忙多久，我们不是在比赛谁比较，在道场上面忙多久。你看一下他在忙，他还在忙碌，他还在忙，还没回家。我不是看你忙多久，我是看你在忙什么。你有没有透过你在忙、你在付出的时候，创造出来一些的功能跟价值？这才是我们要注意到的。透过了同样的时间，你的投资报酬率，你有没有让人家非常的佩服？就是透过你的时候，你创造了很多的价值，让底下的这一些的伙伴都对你竖起大拇指。你看，马上成功，这个是马家基、马里曼是市场上，因为他信嘛。可是你要马上成功太简单，你就跳到马的上面嘛。对，你看马到了，你就成功了嘛。你怎么去跟马追？马追，开什么玩笑？所以说呢，一只苍蝇，一只蚊虫，差什么去跟法拉利的这个跑车比？但是呢，他只要有本领，能够停在法拉利那个创可那边，你知道没有？不要停在前面会被风吹掉。他只要停在那个创可，哎呦，你都不知道，法拉利到了，这一只蚊虫也到了，司机还没下来，他先飞过去，他比他早到，是吗？这就是一些的要领。你在忙什么？你看那个黄金，金弓强强棍，他对着旁边的一堆泥土，就说了：“你看你其貌不扬，我金弓强强棍，你看我的价格，我就有计小，我比你更高计小。”那一堆泥土说：“惭愧，我真的是土富啊，灰棍苗苗，真的没有任何的价格。比起你，我真的很惭愧。But
你知道，只要有种子在我身上，我就可以让它成就，变成人类需要的水果，或者是枝叶、树叶，这一些我可以让它成就。其实土生金，你还不是我成就出来的。所以我们不是在比较外在的。以后老母、老天、老母，他不会在意你的官位、你的天职，你是不是点传师，你是不是讲师，老母不 care， 他只 care， 他只在意的是你在这个天职，你在这个职位，你有尽职吗？尽责任吗？有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你这个总统有没有真的让老百姓非常的佩服？他不在乎你是十方，或者是捡破烂的、清道夫的、一般的公务人员，还是位阶高官，不在乎，只在乎你这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有没有 do your best？ 你有没有尽最大的力量去满足顾客最大的需求？只在乎这些。老母也不在乎你开什么车，法拉利的啦，面撸改基撸文，不在乎，还是开那个玉龙的，不在乎，他只是在乎你的车子载过多少需要帮助的人，到幼儿园、孤儿院，到那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老母只在乎这一些，他不 care 你开什么车。老母也不在乎你皮肤的颜色是什么，不在乎，是长得美还是丑，是黑人还是白人，不在乎，只在乎说你有了这个肉体，你出来的这一个肉体，你好不容易才跟老母生起来的租用的一个肉体，你有发挥的淋漓尽致吗？你有因为你的付出，你的肉体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作用，让四周围需要帮助的人，哇，我就觉得有你真好。所以呢，你创造了他们最需要的东西。所以一个人字旁右边一个需要的需，这个字叫什么？奴。一个君子奴，就是能够呢，被人家说你是我最需要的，你创造了别人最需要的。就像刚才的黄金跟银川。不在乎你现在是什么样子的价格，是从你的身上、你的内涵、你的内心的深处，你 create， 你创造了什么样子的价值？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好好的去砥砺自己。所以我们刚好呢，好，你说的我的领导艺术是啊，我们有机会呢，好像呢站在前面，或者是我们有服务，其实要仆人的领导。仆人的领导，所以我们的腰一定要什么？弯。刚才为什么跟大家互相共勉？我们的腰一定要柔软、谦卑的。我们是卑躬的，那么来这一边服务大众。不要说的哦，我有一个天职，我有一个官子当官一样。可是呢，这一些它代表的是一个什么责任？它代表的是一个使命。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你们跟着我后学念一句话：心态决定状态，状态决定成败。所以你知道态度的态怎么写吗？态，心的能量。所以后学看到你现在坐在底下听课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你现在心的能量有多高。我们不是在透过每一分每一秒增加我们身体的能量叫卡路里啊，不是，是心灵的能量。透过我们的学习，透过我们的付出，我们不断的充电。让我们的今天的能量比昨天更好，让我们明天的能量又比今天更好。能量、心灵状态的能量是要透过每一天的付出，我们让我们增加。我们这一辈子就是来提升我们的能量的。你看后学今天从5点多起床，一直到现在，中午后学也开车到新市国中去演讲了，连便当都在车上吃呢。
所以在车上要吃的便当都不能够用到汤匙跟筷子呢。你们要注意一下啦，这是要领教你们的要领。我这边开车是1万多年呢。讲述标准。但是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吃便当啊。是啊，都没有吃午餐啊。讲完课又要开车回来啊，一直忙到现在啊。可是或许发觉到有一些人比或许晚起床，你们现在已经频频点头称赞到了，是吗？我都还没讲你就称赞我，这个就是能量。我们就是来看一下，我们不可以懈怠，这是一个新的作用，一种新的能量提升。所以什么是悟的阶段？悟的话就是充满了喜悦。你不管做任何事情，你都能充满了法喜、禅悦。法喜跟禅悦叫做什么？喜悦。所以喜悦跟快乐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说呢，包括你在上班，你在上班的时候你也热爱你的工作，你就可以把你工作当下就可以做得尽善尽美。哇，你的能量可以透过在付出之中一直的成长，付出不想占有，哇，那一个又是默默的那个心佛，你看那个无形的都会给你加持，都会给你增加，都会给你充电，你看看是多棒！爱跟喜欢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国字就是不一样。你不要问我怎么。可是他们的差别在热爱跟喜欢。我们用释迦牟尼佛嘛，他老的故事我还不知道。有一天，他的弟子就是这么样子请意：世尊，请您老慈悲，爱跟喜欢差别在哪？释迦牟尼佛微笑的用右手一挥，呈现出来就是一个情景：一对母女来到了一个美丽灿烂芬芳的花园。你去的时候，那一个女儿就说：“妈妈，我好喜欢这一朵花，这一朵花的美丽芬芳，哇，又很大灿烂，很不客气，就是硬是把这一朵花就把它摘下来 ，Oh smell good， 就放在自己的袋子里面，不客气的就带回家了。”释迦牟尼佛说：“这就是喜欢。”左手一挥，同样的情境又来了，一对母女又来到了花园。这一个女儿就说：“妈妈，我好爱这一朵花。”你可以大热天之下，汗流浃背。这个女孩子帮这一朵花浇水、除草、剪枝。释迦牟尼佛说：“这就是什么？爱。爱跟喜欢差别在哪里呢？”很多人都说：“我知道了，是啊，我只是喜欢工作，不是爱工作。”你能不能付出？有一些人坦白说：“啊，我只是喜欢我太太，没有爱太太。”有一些说：“我只是喜欢孩子。”真的，他没有爱孩子，为什么？他整个都是在掌控，拥有跟掌控。你是我的儿子，你就应该听我的，因为你是我的。Oh my God！ 你的肉体都不是你的了，何况你的身外之物的他人呢？但是有一些爸爸妈妈就是想不开，不想，头脑不清楚。孩子，你是我的，因为是你，我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所以你就没办法倾听热爱。所以你会非常的喜悦，愿意陪伴在孩子的旁边，你愿意去倾听，你愿意陪伴倾听，然后呢，知道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如何当下去满足他最大的需求？是啊，领导，你怎么知道部属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不知道嘛。你总是觉得你是我的部属，你是我的伙伴，所以你应该要听我的。
是吗？所以呢，摆对地方的人才是天才，摆错地方的天才是蠢材。你没有把这一些伙伴摆对地方嘛？你都是按照自己的意识，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呢，你不知道他的属性，他的人格特质，你就是按照自己的直觉，主观太强，把人家摆错了。没有种不好的龙舟路，只有不会种的农夫；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会教的什么？对不起，话后面。我们总是觉得孩子你不好哦，你实在是哦，对不起我哦，我在你身上付出那么多哦，你就让人抱怨，你有没有言语折戟？你有没有在反省？透过了孩子的成绩退步，你透过了孩子这样子的消沉，你有没有反求诸己？这个是心有不得则反求诸己。你等一下看后学的投影片，如果说你看到了错别字，你要如何去修正它？你觉得？你拿着立可白，你拿着什么笔，然后就在荧幕上面去修改吗？破坏公物。你就要直接从电脑修改，把档案叫出来，对不对？适当的软体，先帮他改一下嘛。改完了以后呢，投影机呈现出来的不就是吗？孩子是我们的投影，是周围的一切的人事物都是心的投影，因为3000大千世界唯心什么所现。你发觉到你心静则国土静，那为什么我们都想不开呢？为什么我们都是不断的严格的在要求？然后呢，环境其实你点燃了，你点亮了自己，你看四周围的人事物，它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光明的嘛。所以你看看，有一天晚上12点多，快要1点了，竟然我的手机响起来了。然后呢，我就习惯了叫职业病，我就拿起来了，喂，你好，蔡教授，对不起，我失眠了。我说不用解释，12点多还会 call， 不是失眠，不然这样叫什么呢？他说呢，教授哦，黑暗哦，我讲是我黑暗嘛是什么哦？教授哦，社会黑暗哦，整天看到的报纸，整天看到的电视，全部都是呢，让我觉得非常负面黑暗哦。你看看那个孩子已经都30、40岁了，那你看看呢，成家了，都把我这个妈妈、这个老妈忘记了，连母亲节都没有说妈妈母亲节快乐，送个礼物哦嫁给那个老公哦70多岁一日，外口拢黑白拍黑白照拍照结婚了以后去碰到迄大家大官害我的肝拢歹去哦，我做牛做马哦，为了这个蔡家奉献哦，到尾时阵拢叫因欺负好在好家在，他还会吞口水，他还会换气，因为我的脸都一直黑掉，所以我利用他在换气的时候，就赶快讲话。我说这一位太太，如果你点燃了自己，你发光了，那你看四周围还会是黑暗吗？他说教授，祝福你愉快的夜晚，甜蜜的梦。所以你要讲对对方啊，需要的话呀。他如果不继续还像是看推，他不会听人家讲。所以你心有不得则反求诸己，你看四周围都是黑暗，代表你根本没有点燃嘛，你没有自己发光嘛。所以小时候我们时常呢看到了一句话，与其诅咒四周围的黑暗，不如点燃自己，照亮的吗？别人。所以说你不要再去诅咒，因为这是镜子的哲学，这是 nature， 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有反作用力嘛。对，你对着镜子笑，里面的影子一定会笑嘛。怎么有人哭呢？怎么有可能哭呢？如果你在笑，看到里面的影子在哭，你要赶快跑啊！是吗？你不要一直都站在镜子的前面还在起立，我来求你的靠场呢。
虽然是8回啊，你嘛是真危险要听。所以我们不要一面的要求别人好嘛。窗户 window philosophy， 还有 mirror philosophy， 窗户跟镜子的哲学，看起来他们好像都跟玻璃有关系。可是我告诉你，一个真正优质的领导者，当有过错的时候，上级怪下来了，有过错的时候，他是看镜子，知道没？就是反求诸己。然后会跟四周围的伙伴，甚至主管、领导说：“对不起，都是我的过错，我的部属都非常的优秀，我只是领导什么无方，我是一个非常差劲的领导者，我愿意承担。你看看多优秀！可是有功呢？有功要论赏呢。你说呢？哎，主任、经理，你这个部门很优秀。”所有的部门之中，你是第一名。你这个经理，你这个主任真棒。哦，对不起，跟我没关系，我姓蔡，我真的很菜。是我们那一些伙伴太优秀了，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躺着干的主任。你真的很会躺哦。可是你可以发觉到四周围的人呢，你四周围的伙伴呢，他一定会非常的感动的，知道吗？这叫做推功。然后呢，懒惰。所以有功的时候变成窗户，有功的时候变成镜子。因为有功的时候，他透过了 open window， 他看到了四周围的伙伴，这些功跟我没有关系，全部都是你们的。我们到场做得到吗？不然你白修。我等很久还是没有回话。对，他这个都带过去了嘛，先说再讲嘛。这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就是我们提升的目标嘛。后学一直在讲，固本图强，先从心里下手。你试好了，你山都自然好。你的能量很高了，就像花儿的芬芳了，它蝴蝶自己就会过来，它自己都想来。花儿芬芳，蝴蝶自来，人若精彩，天自安排。你这个佛堂这个单位能量很强，济公老师怎么办？过来？为什么？因为把这一些的众生交给你们，交给这些土地，它成就的会比较什么快。所以我们应该想到的，你如果是一个 CEO， 你也是会这样子安排的。是的，可是我们有时候都一直在怨天，一直在尤人呢。为什么我都没有人才？为什么我的资源这么少？哎呦，老天看得很清楚。你这样子的一个单位，还在每天点火灯、烧大把香，在写申请书。拜托的，我把钱给你这个部门，给主席中的你这一些钱根本就是把我浪费掉。我把这些钱转到其他部门，它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你是一个 CEO， 会把资源拨给谁？你会把预算拨给谁？听懂了吗？你的领导才是最重要的嘛！你有能量吗？你有能量吗？你是天心吗？你是合乎上天的心？你是成就别人还是成就自己？所以你知道成功吗？不是给成功大学的。你知道后学在那一边退休的，后学教了28年，退休的，现在才来到的计划工重修堂附近，环游地球，叫做环球。一直在意的就是环保救地球，叫做环球科技大学。所以你了解到了成功，或许在那边待了20几年。什么叫做成功？或许今天引用济公老师的词句送给你们。成功的成就是成就别人，不是成就自己。成人之美，这个才是成。不要成就自己，什么事情都是在考虑我可以获得什么。
我要如何自我成就？我这个单位要如何自我成就？你这样子没有天心，没有公心。你知道功是什么意思？成功的功叫做功德圆满，圆满是最大的功德。我们在我为人人之中，人人为我。不要只是想要功成名就，希望自己功成名就，只在乎自己的名。不是，是在利益众生的时候，让功德圆满，去济弱扶倾。圆满，都是老母的儿女，都是老师的徒弟，都是排水圣地不修习菩萨的好后学，相互圆满，圆满成就别人，一起回去，这就是济弱扶倾。所以一个桶子，你也知道的，一片一片一片构成一个木桶，但是其中只要一块比较低。可那个水就从那边流出去了嘛，那整个大团体，你根本没办法成就很多的水嘛，了解吗？这就是我们要瓶颈在哪里？一个生产系统也是一样，瓶颈在哪里？先从那边下手，去帮助厂，不然所有的一些再制品全部都会困在那个瓶颈那一个 process 那个 station 里面。就是这样子糟蹋浪费，所以你看一个人魂飘飘飘到了地府，很奇怪呢，满汉全席那个菜又那么好吃，可是那个地方偏偏就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拿了比那个手臂还长的筷子，你们回去实验看看，比手臂还长的筷子夹了菜要放到自己的嘴巴，跨屋夹不，脆软一点喷。很沮丧耶，弄假不，但是魂飘飘飘到了天堂，同样的资源，同样的条件，假大给别人去，为什么？夹了菜了以后都为别人喂食物给别人，请多用菜凶菜节，请多用菜很多，都用，这是我的荣幸，可以喂食物给你们吃，你们吃的差不多了哈，因为我很饿，换你们喂我。这叫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所以你要了解到，作为一个团体，团体里面都是多玛是你，不然我们也不会怎么样。这个组织，这个佛堂，这个道场已经没救了，都是自己好，别人都是错，糟了。或许希望听到的是，每个人。每个修行者都是 "It's my fault"， 都是我的错，我都跟你们学习，你们好好，我应该多跟你们学习。这个组织的能量太强了，因为我们有时候都是很习性、很自然的，修道就是赶毛病、去离气，不断的要觉察、觉知、觉醒、觉察。有2个关心，务必一定要做到。第一个关心就是关照自己的内心，而是分分秒秒26时钟，不是只有早晚现香。哎呀，有时候那个扣那个头哦，默念咽菜文哦，那不知道他念到哪里。那个1、2、3、4、5、6、7、8、9，1、2、3、4，干嘛？因为要急着上班。快来不及了，1、2、3、4、5、6、7、8、9、10、赶快吃饭，我要上班。你那念忏文嘛，2万多。所以呢，像这一种呢，都心不在焉，你根本没有活在当下，你没有好好的去觉察觉知，你现在的心念是合乎天心吗？是老母要的吗？是济公佛那种频率吗？公心一片济大众吗？还是祭司？祭司的时候怎么成就菩萨？人家菩萨的话，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全部都要扫掉、灰掉，你知道吗？可是我们有时候有觉察吗？以后有一些道亲说的点燃是，那我们时常呢都要觉察，只要有没有一些的准则，
这些准则其实就是圣贤先佛留下来的经典，我们就可以当成我们觉察的准则嘛。那就好像检核表，一些公司不是都有检核表吗？一架飞机要起飞，都没有 check， 有没有？一项一项 check， 哦，得到，全部都 OK 才起飞，知道没有？不然的话呢，有问题你起飞，全部又变成风筝了，你听到吗？黑200个变风筝下来，你怎么可以不负责任呢？ check， 尤其是在半天式。半天是更应该要严谨，是老天的事儿，我们应该很用心，尤其是一个领导者，你的方寸之间有合乎这个道吗？你才能够去导引别人嘛。你看有一天，我以前还在成大教书，要到魏武营，南下到魏武营，跟军人收酒，那么去讲课。结果呢，开到一个地方才发觉好像迷路了，以前又没有 GPS， 所以呢好像迷路了，奇怪怎么不按照那个主办单位所说的那一种方向那个目标？结果呢就到加油站加个油，顺便起义。你知道吗？那个加油站的声音说：“先生，你问对了，这一条路直走，大概3个红绿灯，向右大概2个红绿灯。”好像向左，大概4个红绿灯，大概向右。我按照他的大概跟好像，觉得距离成大越来越近，让我浪费了20几分钟。以后你只要听到好像大概，不要再定，因为我从你的眼神之中，我从你的口气之中，你根本没信心。哦，你不要误导别人，导引要正确，你根本都不知道呢。我们这一条法船，比如说呢政治费的一个公共活动，你都不知道你的核心价值。那上面的人呢？你上面的呢？那一些乘客呢？怎么办呢？他跟您绑在一起耶。这个沉潜小组，所有的成员都跟你绑在一起耶。那你要跟他导引到哪里去？是，一个人的成功，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跟什么人、跟什么环境绑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你看一只蚊虫，一不小心会进去的101高楼，它很美，它停在101高，电梯的墙壁睡觉，结果没想到几分钟了以后，电梯的门打开，它飞出去了，它已经来到最顶楼。你看多优秀，睡觉呢，还会到最顶楼哎！你看他一不小心又飞进去了，飞机的座舱，还躺在椅子上面睡觉。你看不到半个小时，他飞上青天。您知影我在讲什么？你跟什么人，你跟什么环境绑在一起才是最重要。那你在当爸爸妈妈的，你在当领导者，你让什么值得让别人觉得值得跟你绑在一起？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得信？你不要德不配位，德不配位，你到最后面会下来，最后的下场会死得很难看，因为你的德啊。所以要德重鬼神轻啊！我们要厚德载物啊，厚德像坤卦一样，厚德载物，它成就了万事万物。土狼啊，跨开不下命啊，可是它成就了万事万物啊，就是创造的价值。我们透过了每一分每一秒。然后呢，让四周围的众生，他可以因为我们成就，那么得救，然后呢，因为众生而什么成就，那我们就没有白来世间一趟了嘛，我们的能量呢就会越来越强嘛。你能感觉到，奇怪呢，对不对？我怎么比昨天的时候感觉到呢？身体状况、身心灵更加的安顿呢？是啊，因为你随时都在。你合乎天心，比如，
如果到93.0收不到，93.2也收不到，那只是 big noise， 那只是噪音而已啊。可是你知道93.1一直来到了加1的时候，又变成噪音，所以后续还要适时的调整，变成94.5或者是104.9。所以呢，你要调你的心啊，心灵的频率你要调到了跟上天的频率是一样的，合乎天理什么良心。那你这一辈子就是一直在调心呢。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知道吗？在他的本生经里面，他说呢，他老人家前辈子就是一个驯象师，那个象很大声，哎呦，把那一些象啊，其实驯服的乖乖的，坐下趴下，就好像呢动物园里面或者是在表演的。你看的那一些大象都听他的话，听得非常的好。结果呢，因为呢皇宫里面，皇帝国王需要一匹坐骑，以前都是骑象的。然后象的上面不是有一个小小的房子，让国王可以遮阳。那个大象，所以这一个驯兽师驯得好乖。国王好高兴，有这一部坐骑，好舒服，好舒服，知道没有？结果没有想到有一天，到了森林，为府巡视，结果这一只公的象，去看到了一只母的象，意思就是乾道看到坤道，知道吗？没有想到呢，长期都在皇宫里面给国王当坐骑的这一只公象，不知道为什么喝门作祟，知道吗？所以呢，就开始去追这一只坤道大象，母的大象。结果呢，就一直追了，上面的国王吓死了，不是姓闯，闯了蛋。就一直喊救命啊！你说底下的将军怎么救啊？也不像中国的功夫，挥眼左臂给人个这样，不是。到前面是被一个什么树枝那个国王捅了你懂吗？所以国王就掉下来了，知道吗？你觉得国王呢获救了，对不对？第一个命令是什么？你告诉我。处死这一只象，处死。但是要处死的时候，由你这个驯兽师自己处死。你知道驯兽师要怎么处死他吗？你会看得很感动啊，那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呀。他的前辈子就是这样处死一只公象，你知道吗？那一个铁球这么大，修干的昂洞洞哦，你看多热，才有办法让这个铁球你变成通红。这时候呢，就告诉这一只大象，你就有什么自觉，你自作内什么不可活，所以呢，都怪你，刹那之间你没办法克己什么复利，因此呢，乱了规章了，害国王丢当笑，对不对？真的重伤差点死掉，所以呢，你怪不得我了这是你自己造下来的业力了，把这一颗铁球吞进去吧。吞进去，那一只大象还跟他一鞠躬跪下去，谢谢平时的照顾，不客气，眼泪一直掉之下，用他的鼻子就把那个铁球一吸，就送到自己的嘴巴里面，都听话，知道意思没？就这样吃掉。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说，有时候我们这一些的习性，我们的人心，要好好的去降服。所以他发愿。下半辈子的时候，那来世的时候，他要训人类众生的心，要让他降服。我们也是啊，我们修道办道不是就是这样子？要如何去调我们自己的心，使我们的心呢，那么一直可以合乎天理良知。所以后续刚才讲到的，头脑要什么？清楚是非善恶对错真假，你要搞清楚嘛。我们现在有时候是非混淆善恶也是不分的，你对错呢？真假呢？有时候认假为真呢。你修道如果说头脑不清楚，你下的决策就有问题了，你会误导很多的众生。所以师尊他老人家说，有时候一个领导者，他不是佛头就是魔头
他会带领一方呢，一直就往负面的走，黑暗面一直走那这样子的时候，以后呢，回到了天界，他是向老母请罪不是谢恩。那我觉得这结局就很凄惨了耶，天牢跟地府、地狱是一样的，关了。所以我们自己在这宣上面，你这边一定要很清楚是非、善恶、对错，还有什么真假，不要认假认真。你的脸一定要笑尤其是一个领导者，对不对？开心嘛，对不对？微笑嘛，你要成为最有魅力的领导者，最有魅力的业务人员。你知道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吗？微笑。灿烂的笑是打从内在，灿烂的笑不是皮笑肉不笑。你要是皮笑肉不笑哎呦，人家砍刀东西要吐，会吐你条。你要打从内在的呀，你的嘴巴要什么？铁，讲出来的话都是肯定别人、激励别人，给对方打气，那么你看看有一些先生。回来了，当然很累。结果吃到了太太准备的晚餐，有时候太咸了一点点，那一种的情绪 emotion 负面的就出来了。太太，这道菜会吃的了，咸死哟！盐巴需要钱呢，你要让我去洗肾了。你看看你讲话怎么说的呀？嘴巴要什么？一点，你要讲什么？亲爱的太太，谢谢你，感恩你付出、奉献、牺牲，我才有这么样子丰富的晚餐。我是修了好几辈子，才能够娶到你这一种这么贤惠，很贤我真是天厨上天派来的厨师真的感恩这道菜再淡一点会比较好你了解了？你讲你我去那煮的淡一点是太太，创下的五宝菜对，所以像这一种都不行，嘴巴要什么？所以你要了解，你都一直在抱怨太太咸甜到位我跟你讲你惨老杨不煮了可以吗？是吗？你喝西北风了，因此嘴巴甜一点，你知道投资报酬率多大吗？一吃下去马上说优秀，好吃好吃。你太太因为你讲了不到1分钟的好吃，你得个会回报。很累，夏天煮饭很累你知道吗？然后他煮了好吃好吃好吃，你看没到半分钟，然后他又不回报。这个就是头脑清楚，你讲话都是讲正面。有一次呢，那个候选带着一些成大的学生呢，在企业参访，到了一个精密的，真的电子非常精密的那一家公司。那个人事室的主任带着我们当向导来到了总机小姐那里他说：“各位教授、各位同学，容我跟大家介绍，本公司非常优质的一个总机小姐，她的声音就像黄莺出谷，人家一打进来，顾客一打进来，只要听到她的声音，就很想再打第2次电话，聆听她美妙声音的。”黄小姐，噔噔噔噔，来到了行销部经理那一边。他说：“容我跟大家介绍，本公司一位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还没结婚的男性主管。本公司因为他的就是行销策略，业绩呢在去年增加了13%的王经理，噔噔噔噔。”你看它的特色在哪里？你告诉我，你觉得它的优点在哪里？噔噔噔噔，不是，在介绍之中不忘什么？赞美，真的不忘赞美。
所以你要学到这一点，你要了解到了别人的人格特质的优点，尤其夫妻相处在一起，你一定要包容别人的缺点，欣赏别人的优点，那个感觉才会一直在，知道没有？哎，所以呢，有一次呢，一些同学来到后学的家，哎，那个老大，后学的老大那个时候还是小学，补完了钢琴一进来，后学就对着说，哎，叫叔叔，赶快叫叔叔好。我说各位同学，容我小弟帮大家介绍本蔡家最优质的老大，哎，不需要我提醒，他就会主动帮忙家事，洗碗哦，打扫哦，不需要我提醒，他就会主动读书写作业的蔡叉叉，噔噔噔噔。你看他马上举起双手，谢谢谢谢，感恩哦，就走到他的书房。我的同学一离开了以后，他马上就出来，因为铁门砰的一声，他知道同学离开了，他马上出来，爸爸，以后不要这样介绍我。哎，我知道，我都需要你提醒才会帮忙家事，我都需要你提醒你，我才会去写作业。拜托，以后我知道怎么做。所以你看看呢，孩子是朝向正面的方向前进，那你的部属、你的伙伴、你的后学呢，也是一样朝向激励正面的方向前进的人。你绝对不可以说追哦，我怎么有这种猪脑袋的后学哦？猪脑袋的后学是谁成全出来的？拜托。尤其有一些妈妈说，哇，那个生有这个猪脑袋的好生哦，拜托，就好生耶。那是谁生的？对不对？猪脑袋。你骂孩子骂到自己的头上。哎，有一些老师还不是如此吗？我怎么会教出这一班猪脑袋的这一些的学生？这一些负面的，我跟你讲，就是一颗种子。你一个声音就是一颗种子。就在你的后学，在你孩子心田当中，就播下了一颗负面的种子。假以时日，它发芽，它开花，它结果。那为什么不播下正面呢？所以跟着后学念一句话很重要：根福田，播善种，去妄草，结善果。妄草是妄念的杂草。所以你要了解到的，要耕耘，我们是作为众生的福田，先从自己的福田耕耘。你说开荒是很多人都在国外，泰国、柬埔寨啊，对岸开荒是那是我们的心地之荒啊。我又没有去除掉了我们这一颗心地里面的荒地，你有没有把杂草去掉呢？你有没有开始耕耘它呢？你有没有播下善良的种子呢？不然的话，你到哪里去都一样。到最后面，人家反而立马是突突啊，因为没有德性嘛，对不对？这个就是固本，固本从我们自己本身的心灵的原地开始，根福田，播善种，有目标。因为在管理里面，你一定要有目标，而且要量化，要量化的目标，这样子的领导比较会有一种具体的措施。有格局，有布局，有结局嘛？你现在没有播种，你期待1年以后、2年以后，你的土壤里面会有植物、会有蔬菜出来吗？不可能，因为你都是荆棘，你都是什么石头嘛。所以你一定要有具体的那种规划目标。所以你不要跟人家讲说，我英文一定要学好，我要学好英文，你根本不会。管理你不会规划，你应该要把它量化。我一天要背20个单字，我一天要跟美国人、英国人、欧美的老外，我要跟他怎么样互动讲英文 conversation， 那么会花至少1个小时。我要听空中英文1个小时，我要看那一些英文的杂志半个小时。你们知道后期在讲什么吗？要把它什么量化。你如果说呢，我只是想要读好书，我要学好英文，你根本没办法。
包括的话说啊，我要孝顺父母，你们在公归你啊，你听，你可不可以把它量化出来？那你要孝顺父母要怎么量化？啊？不是，我知道平时就要做，可是我说要怎么用数据把它量化？你才有一个 check 啊，我今天做到了吗？我今天有按照了这样子的一种规划，达到了我真的可以孝顺父母的那种内涵跟质吗？质量了吗？要有量啊！你觉得呢？孝顺父母要如何把它量化？你至少每个月要拿给妈妈多少钱吧？不是量化了吗？你。啊，我说我每一个礼拜我至少帮妈妈捶背嘛，按摩半个小时嘛，我帮忙家事几分钟嘛，每一天 every day 嘛，啊，你了解意思不？你要陪爸爸妈妈，那么1个小时嘛，陪着他们聊天嘛，陪着他们运动嘛，至少半个小时嘛，啊，你了解意思不？不要姐嘛，钱到连动都不动。我都快要下课了，你们连动都不动，配合一下也是功德，知道没有？哈，你们要行功太简单了，你就配合主讲者嘛。我知道，